有 feel 哈。注意到这些。炸鸡啊，太子町南边那一道炸鸡，太子宫炸香鸡、炸鸡都是哦。摆到咧摆到咧咧尔，啊就香的啦吼。有啦，这个有饭有这太子啊咩，就较好啦。喂，你以前细汉时嘛，他们拢唔做迄事啊。然后洪志祥在一条短桥啦嘛，因为短桥啦。我骑一个人多。哎呦，拍死！哦，经国高中校友，黄龙瑞先生做直播呢。哦。
花东线吗？呵呵，花东头咱对咱这个头前，咱有一个引导的，咱引对咱引导的，等下咱的顶头，来定位，咱的人员，对咱这个小蓝标引导的人员，到这个用餐的所在。咱咸水，咸水河边乡，咱这个顶头，咱对着咱这个徛南桥的这个引导人员，带咱的顶头，伫咱这个活动中心，这来就定位，就定位了，咱的人员，咱的引导人员会带咱到这个用餐的所在。咱活动中心这有庆祝，咱前后这有庆祝，咱有想要方便的，咱的庆祝伫咱的庙到这个活动中心。恭迎，恭迎，恭迎新娘，中大万岁，来，医疗保守徛南庙，恭迎新郎，恭迎新郎。活动中心，这个总店者，来镜头，来就定位，就定位了，咱对着咱的引导人员，到咱用餐的所在。
请咱顶头的人员工作人员咱对着咱徛南寮的工作人员甲你引导到咱活动中心这个广场车来就定位。就定位了，咱对着咱的引导人员，到这个用餐的所在。供应盐水、南兴中、治疗科普桥南庙供应性啊。咱这个顶头工作人员请对着咱徛南庙的工作人员甲恁的顶头引导到咱这个活动中心这个广场车来就定位，就定位了咱工作人员对着咱徛南庙的引导人员到这个用餐的所在咱这来用餐。来，咱看到这些摆桌游，咱的厕所伫活动中心甲咱这个庙后且都有厕所。咱顶头的工作人员较注意收听一下，咱对着咱徛南庙的工作人员来到咱活动中心这来就定位，顶头就定位了咱的人员对着阮徛南庙的引导人员到这个用餐的所在。餐咯，嘉宾过我来，咱们食餐咯，你在2号吃下，咱食饭咯，咱食饭吃。就定位了，咱对着咱徛南庙的这个引导人员到这个用餐的所在。咱的分装的顶头若是就定位了，咱甲对着咱徛南庙到用餐的所在来用餐。来，快点说。
一道道，咱这个顶头来就定位，就定位了，咱的灵魂，对着咱的引导灵魂，到这个用餐的所在，来用餐。徛南庙的引导灵魂，到这个用餐的所在，才来用餐。就定位了，咱的工作人员对着咱徛南庙的引导人员甲咱引导到咱用餐的所在，来用餐。对着咱徛南庙的这个引导人员，把咱引导到咱用餐的所在。
嘉靖陈英甲王丽张坤丽玲桥南庙中营县啊中营咸水河北乡的上圣庙来丽玲医疗科手桥南庙来主驾中营县中营县咸水河北乡的上圣庙。对着咱桥南庙的引导人员到咱这个定位的所在定位了，咱的人员甲对着咱的引导人员到用餐的所在才来用餐。工作人员，咱桥南庙工作人员，咱会当到咱这个用餐的所在来用餐。中营县中营咸水河北乡上圣庙。咱咸水河北乡台北本身的上圣庙已经负责予咱家庙的咱河北乡的工作人员来到这，咱有去左边上酒吧的去做者现在再来就是咱们酒吧大家。咱纯主任委员、调坤员，调坤员，咱分别小组委请入庙来，咱管理人咱河北乡管理人，咱总干事总监，总干事拢请入庙来，咱人事委员会全部拢请你来庙来参访咱选委员会的委员咱这来庙来参访咱恭请咱南巡主任委员调坤员议员
咱管理人，咱未来总干事洪仲基吼，洪仲基总干事，全部的委员请入票来参与，感谢。咱天上圣庙的工作人员咱用餐，互咱对着咱徛南庙的引导人员，咱的引导人员才有举牌咱的用餐，咱是第三区，咱对着咱的引导人员到这个用餐的所在。我看你啥好对啊？咱马祖宫，咱南泉区拢入来，咱这个工作人员这委员拢入来参拜，入来参拜者咱和平宫天上圣母这个工作人员咱用餐的所在，伫这个活动中心的内底用餐的所在是活动中心。咱的厕所伫庙后，甲活动中心内底才有厕所。咱江水和平宫的工作人员咱的用餐的所在是活动中心内底。变